气象却能只剩回忆。
请咱来看一段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撒母耳记下章23章11节到12节。圣经是安尼记载，搁一个是哈拉人阿基的囝沙玛。有一日，非利士人自集正定，伫一个红豆的园，百姓就伫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走。伊挡条伫遐区园来保守伊，拍非利士人，也好花大较赢。咱圣经读到这，咱请罗那教会牧师黄世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上帝，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喜乐恩典的时刻。我先介绍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对我没有印象了。在9年前，我还是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生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淡水长老教会实习。那我在这里呢，有很多我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呢，跟着长老团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除偶像的感恩礼拜。那我也第一次在这里呢，来透过郑俊豪牧师教导我来主理一个家庭的告别的礼拜。那当时对于神学生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在淡水长老教会的装备与学习，就成了我在牧会当中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在会前会带着长老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看着围在我身边的这些长老执事们，其实除了头发稍微变白了一点，我就看见他们那个对教会的爱跟热忱从不减少。这对我来说是何等大的感恩。那我今天在罗那教会服侍，何等感谢的是，不单在教会里面，在淡水长老教会这边呢，我受了装备。我更大的祝福呢，那就是我娶到了我们淡水长老教会的女儿我的师母郑淑英师母她成了我在服事当中最美好的帮助跟依靠无论是在音乐的能力上，或者是在关怀，还有照料我照顾我，都成了我一个极大的安慰跟鼓励。今天我何等感恩，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用了第3个身份我曾经是神学生，在这里讲到过。我在青山教会牧会的时候，我是传道师，我也来过这里来分享青山教会的这个教会的需要。那今天我站在这里是用牧师的身份，所以你们看到我，其实也是看到一个成长的过程。何等感恩的是，这个成长的过程都是因为在淡水长老教会这里有受学习、受鼓励，好让我能够在服事的道路当中继续依靠主的恩典，勇往直前。在这里也代表罗那教会，向我们的淡水长老教会的小会致上最深的感谢。谢谢你们，让我们教会能够来这里来分享我们在建堂上的需要。那在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罗那教会的3位长老，以及我们的一个退休的牧师，也在我们当中。那他们就成了我们这一次的小诗班所以我们这次呢，就只有带了7个人7个人跟我们一个义卖的建堂义卖的姐妹，那8个人，我们来到这里来分享，来跟大家来传递我们罗那教会重建的这个意向跟圣工。这何等感恩，因为淡水长老教会的接纳，对于我们在重建的教会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跟安慰。愿上帝来祝福淡水长老教会的小会，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因着你们的支持鼓励，让我们能够一同建造上帝的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般。今天牧师想要透过这个题目，守住我们的红豆田，守住我们的红豆田，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分享跟勉励。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我们为着我们心中那一个目标，跟我们所重视的那件事情，我们努力。那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即使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因着我们的努力，最后我们可以得着甜美丰盛的果实。
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因为我们很认真的信靠主，我们很认真的过我们的生活。牧师用一个例子来说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王欣其实也正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呢，在淡水长老教会出生的，所以我的女儿是在那个马偕医院出生的。那有一次呢，因为第一胎所以我们就会很照顾女儿有一次女儿就突然肠病毒生病，就一直高烧，然后一直呕吐。对于新手爸妈的我跟师母来说，我们也是很慌乱不晓得该怎么办，用了各样的方式努力了，虽然辛苦，跑到医院寻求这个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看见有许多我们不懂也不明白的道理，甚至我们也看着我们的所爱的女儿，她身体上因为疾病受苦，但是这种种种的困难，因为我们重视这一个女儿她的人生、她的生命，以及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所以即便再大的困难，我们都努力帮助女儿能够从疾病当中得到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辛苦，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我们不会觉得辛苦，因为我们在过程里面所重视的孩子，他能够从疾病当中得着康复，对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喜乐跟安慰。这种经验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无论是在儿女的教育方面，或者是在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跟计划，又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我们期待我们的信仰更进步、更成长。但是我们会看见，当我们拥有了一个目标，困难也随之就会出现，许多的难处就会成为我们迈向这个目标种种的挑战。但今天我们看见，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依靠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终将得着那甜美、胜利、丰盛的果子。今天牧师用了撒母耳记下23章11节到12节这段经文的记载，要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也差不多就是要把大卫的故事做一个结束了大卫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23章1到7节，已经是大卫在晚年最后写的感恩赞美的诗歌。之后呢，就已经不再记载大卫的事迹，只有到24章有记载大卫违背上帝，他数点了以色列百姓，让上帝大大的不悦。那之后在第8节以后，就记载了许多勇士。这些勇士他们是忠心跟随大卫的，而在8节到最后，我们会看见里面呢分成2组。第一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3个勇士他们是勇士当中的勇士，后面呢是30个勇士。那这33个勇士呢，他们都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下这里，好像是一个英雄榜，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因着对神的信靠、对王的忠心，以及那个无与伦比的勇气，让他们能够帮助王，也帮助以色列人，更在困境的环境当中来见证耶和华上帝的名。他们活出了如领袖一般无与伦比的智慧，并且充满着勇气来面对各样的挑战。那今天牧师就选用了其中的一个勇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沙马。沙马他守住红豆田。我们从沙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分成4个，让我们彼此的来分享跟勉励。第一个，对不起，我这个看不到，好，谢谢。第一个呢，那就是作为神子民，我们有责任要维护上帝的荣耀。好，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责任要维护上帝的荣耀。我们如果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其实不单是指一个国家的胜败的这个名利，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地位，不是只有指这件事。我们还看到的，它也指的是我们所信奉的那个神，他的荣耀，
在撒母耳记上第5章有提到当时以色列人违背上帝，所以非利士人就胜过了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就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城抬到了这个非利士人所信奉的神面前，就是这个大滚神面前。还记得这个经文吗？还记得哈？那你看，我们就会知道，当时国与国征战，不是只有一个国的荣耀，更是指那个国家所信奉的神，他的能力、他的尊荣、他的荣美。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5章，我们看见，当非利士人把神耶和华的约柜，他从以便以谢抬到了亚斯图这个地方，并且在众人面前宣示说，以色列人的上帝敌不过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那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国家的失败，其实不只有一个国家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失利，更是指我们信仰上的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呢。你会发现，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努力来为主做见证，人家看到他就会说，哇，那个信耶稣的真好，那个信耶稣的真棒。但换过来说呢，如果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真实，我们充满诡诈，或者是我们所行所做的尽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试问人家会说那个基督徒很棒吗？还是会说，你看信耶稣的怎么都这样？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维护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的。所以这也是耶稣交付我们的使命啊。他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那我们要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透过我们很有能力的智慧，很有能力、很有智慧吗？又或者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让众人看见信耶稣的人、拥有耶稣的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责任，要维护耶和华上帝的名。11节告诉我们说，有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红豆田当中，那众人就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12节说，撒玛却站在田间。我们看见，当仇敌集结要来攻打我们的时候，其实正常人的反应一定都是逃跑。因为你试想，你1对1可能都有困难了，何况你1对多呢？这么多的人聚集要来攻打我们，我们当然会感觉到恐惧害怕，所以许多的人的反应就是逃跑。而我们看见这一个撒玛大卫的勇士，为什么他的事迹可以记载在圣经里面？是因为这个撒玛他选择站在红豆田当中，因为他知道他脚所踏之地是耶和华上帝赏赐给他们祖先以及后代的应许之地所以他必须要站在这块土地当中。他知道，若在仇敌面前逃跑，他等于辜负了耶和华所赏赐的应许，更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感谢主，如今我们面对集结的仇敌这些黑暗的势力，这些世界上的诱惑，我们已经可以不再惧怕，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面对困境勇敢的勇气和生命的盼望。就如提摩太后书1章7节告诉我们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既然在我们里面不是胆怯的心，那我们就更应该要负责任维护神的荣耀，借由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撒玛这个事迹感觉好像只是一个单纯的胜利，但是它直接带出的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为上帝做荣耀的见证。
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留意的。我们相信的是，借由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深信腓立比书4章13节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撒玛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一个为主做见证的荣耀生命，我们也当如此。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无力，我们年长了，或者我们好像有许多人生当中的困难，但请你记得，神要的是那个愿意站在红豆田的那颗心。我相信撒玛能够胜过所有的非利士人仇敌，不单是他自己的力量，更是有耶和华神的同在。如今我们相信的是，神已经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在磨难的日子里，依靠神的真理、圣灵的同在，以及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撒玛所做的其实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奉献。尽管人的奉献是微不足道，但是你要相信，神却一一的记住。你细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撒玛他用生命守下来的是一块红豆田。红豆田有多少价值呢？红豆田对当时来说又有多少的影响呢？如果我们来看圣经，这些当中的伟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会发现一对比下来，哇，红豆田到底算什么？我们举例来说，摩西过红海，是不是让以色列人看见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是所以他们就可以见证哇上帝的荣耀。又或者是先知以利亚，他一个人战450个巴力的先知，最后以利亚得胜，是不是也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的荣耀跟恩典？又或者是尼希米在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围墙的时候，他用了短短的50-60天，就能够把一个几近毁灭、没有盼望的耶路撒冷城重新的修复。他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影响。圣经里面有很多种种的例子，我们如果把它拿来跟红豆田来相比，你会发现，哇，这个撒玛他能做的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点点，他可能能守的就只有那一块红豆田。但是请你记得，红豆它其实也有不同的教导。红豆它可以当作是食物，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对不对？但红豆它也可以当作种子，可以更多的孕育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为教会、为信仰，我们可能所能够做的见证真的有限。我们可能就只有像撒玛一样，我们只能守住红豆田。但是若这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责任，只要我们愿意在当中，你必定能够透过你站立在其中，产生出美好的影响力。就像撒玛站在红豆田里头，红豆它也可以是种子，它可以重新孕育更多的生命，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撒玛看见耶和华上帝所做奇妙的事迹。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耶稣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代表耶稣清楚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跟恩赐。但是我们不是要说主啊，为什么只有他是5000，为什么我是1000？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要在我们拥有的能力、恩赐跟我们所能行的范围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或许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做到的只能关怀弟兄姐妹，那盼望透过我们的关怀，让弟兄姐妹得着安慰，得着鼓励。或许我们能做的只是小小的奉献，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我们所做的是大是小，只要是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行的，主他都一一的纪念。就像记载在撒母耳记下
23章的这一些人民，足足有33个人。这33个人，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不同，但是他们却站在他们当仗的位置上，为主做美善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信仰做什么呢？我们能够为淡水长老教会做什么呢？就是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火热的心来服侍上帝。当我们可以歌唱，我们就加入诗歌班；当我们可以关怀、可以接待，我们就加入这个招待的小组；当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就在小组当中彼此来激励。这是撒玛告诉我们的第2件事情。第3件事情，撒玛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建立不是单独的事，而是所有人一起参与在其中。刚刚我有讲到撒母耳记下23章，其实从第8节以后呢，都是谈到很多的勇士。但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勇士？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小小的事情上，他们忠心。而你知道，这个小小的事情却影响了一个国家。大卫，他之所以能够成王，除了他自己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再来是他身边还有一群忠心支持他的人。如果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的记载，你会发现，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身边有一群人是跟着他一起逃亡的。甚至里面有提到，在第8节、第9节有提到一个勇士，他只是听到大卫说他想要喝他家乡前面那个泉水，他们就用尽方法跑回去家乡，跨越敌人的阵营，把那个泉水拿回来，只为了给大卫王喝。你看这样子的心智，这样子顺服，这样子合一，来敬畏，来帮助耶和华所拣选的王大卫，一步一步的，直到大卫进入到他的王位，进入到上帝所给他的命定应许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件事的成就就不是一个人。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君王，他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他身边有一群忠心陪伴他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渴望上帝的国能够临及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渴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就看见上帝的爱在其中。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只有长老能做，这件事不是只有长子同工能做，这件事是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都要一起在这个教会来努力。我们能行能做的，就参与在其中。就像今天我们罗纳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个建堂的意向，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意向，在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胡明郎长老带领着这个主日学的教员们，他们在罗纳办理退休会。那我只是单纯的分享这个意向，结果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何等大的恩典，那就是教会邀请我们能够来这里，来为我们的建堂来做募款，来传递耶和华上帝在罗纳教会重建的意向。我们知道上帝的国是我们一起来持守，上帝的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其中来彼此扶持，相互帮助，彼此成全，以至于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发生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撒玛以及在撒母耳记23章这里让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完所有的事，而是我们需要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教会的事工，一起来彼此帮助，好让上帝的恩典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最后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勇士，他们在面临到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都有一致的信念，那就是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亲爱的家人们，你要知道，我们所行所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明白他的道，自由的来敬拜他。
并且领受永恒生命的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教会里面，我们拥有一个神儿女荣耀的身份，皆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凡是所行所做的，无论我们微小的奉献，一个单纯的鼓励，一个充满爱心的温暖的陪伴，这些小小的服事的动作，其实都是在荣耀上帝。就像12节的最后，当沙玛战胜了所有的非利士人、所有的仇敌的时候，他却告诉以色列人说：“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是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依靠神，我们凡事都能行。”今天我们何等感恩！我们罗纳教会来到当中，我们要传递我们重建的意向。那这个建堂的意向，其实我们也只有一个终极的目的，那就是要使教会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生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让重建的这个圣工再次荣耀上帝的名，在我们罗纳的部落。所以我们从沙玛他面对这个仇敌，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态度，我们彼此的来勉励，求神来帮助我们站立在我们的红豆田，我们的红豆田。那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的红豆田是什么呢？我们的红豆田其实就是这间教会，就像刚刚牧师一开始的前言我有说到，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被栽培、被装备，在这个教会里面受到所有长子同工以及所有年长者你们对我的关心跟陪伴，它就影响着我接下来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的红豆田在哪里？上帝有给我们一个范围。今天既然我们是淡水长老教会的会友，我们的红豆田就是爱这个教会，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忠心的在教会里头为上帝做见证，忠心的在这个教会当中荣耀耶和华上帝的名。这是我们的红豆田。还有一部分呢，是你的家。要记得，红豆它是种子，它可以生产更多的红豆。那信仰的传承就更为重要。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也必须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到信仰的传承。就像沙玛他勇敢的站在红豆田当中，守护这一块田地，好让这个田地能够生生不息。而我们如今所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众教会都遇到了一样的困难，那就是年轻人的流失，那就是儿女们不再有火热的心来敬拜耶和华上帝。作为父母亲的我们，请你不要忽视你的影响力，你还是有那个能力站在红豆田里面，你还是有那个能力守护你的家，把你的信仰传承在你的后代当中。我何等感恩啊！我是今年在罗纳教会封牧，我在今年年初我在罗纳教会封牧。那我在罗纳教会封牧的时候，其实我何等感谢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教会有很多信仰的前辈，他们努力守住红豆田，他们努力守住。所以当我这个年轻的牧者，我来接替这个教会，又看到这些年长的信徒，他们为了下一代，他们即便能力有限，即便财力有限，但是他们仍旧愿意在他们这一代推动建堂的圣工，只为了要让下一代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更美好的环境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有更美好的未来来学习上帝的真道。所以我看着这些跟着我一起来的长老跟牧者们，其实我是非常受感动跟激励。若不是他们守住红豆田，罗纳教会也没有办法生生不息的把信仰传承一代又一代。到我已经是第4代，我相信淡水长老教会的历史更悠久。但很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持守这个信仰？有多少人愿意站在我们的红豆田当中，把美好的见证传递给我们的后代？牧师盼望透过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来鼓励，
请不要轻看你的生命，即便我们年迈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仍旧有祷告的权柄，你可以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即便我们年老了，许多事做不了了，但是请不要忘记，你有一颗火热的心，能够燃烧你的后代，让你的后代跟着你一起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让你的后代跟着你一起在淡水长老教会当中来服侍神，荣耀上帝的名。最后，容许我用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来做这个教会的建堂的报告。建堂报告之后呢，我就会请我们的诗班来献一首诗歌。那刚刚有谈到你们的红豆田就是淡水长老教会，对不对？这是你们的红豆田，你们能够站在当中来持守。我的红豆田呢，如今上帝呼召我，让我成为罗纳教会的牧师。我的红豆田就是罗纳教会，所以我就有责任，必须要来守护耶和华他荣耀的名。那这个左边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旧的建筑物。那新的真理呢，就是我们新设计的环境。那我先来介绍一下罗纳长老教会。我们是在1953年设立。我们目前呢，我们的陪参会员总共有295位。那现在呢，随着教会都遇到了一样的挑战所以我们现在聚会的人数大概就平均大概170位，170位。那教会里面有2位牧师，我们的全万宝牧师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阿努牧师，我是教育牧师。我们有11位长老，12位执事，11位长老，12位执事。那我们重建圣殿的意向呢，其实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在我们经历过921大地震之后，其实教会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裂痕很多的裂痕。甚至当时在921之后呢，我还有印象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国小3年级、4年级我有看过那个教会被黄布条围起来因为那个政府呢把罗纳教会设定为危楼，就是不能使用，在地震那段期间不能使用。所以呢，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开放可以使用，一直到现在，其实罗纳教会都一直被设定为是危楼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充满裂痕的教会里面来敬拜。不过感谢上帝，过去的那些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建造这个教会非常的稳固我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大概有20年了921地震差不多20年了，你看这个教会仍旧屹立不摇。但是让我们想起来要重建的圣工，其实是我们也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年长者，他们开始不便于参与聚会。我们这个礼拜堂是在2楼，所以呢，每一次年长者要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排队的走楼梯，因为一定要有扶手就排队的一个一个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即便我们教会有增设无障碍空间，但是对于年长者来说，还是有诸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的新堂呢，有一个设计，就是一定要有电梯，帮助年长者能够在教会上下楼当中是比较便利。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教会的空间不足，我们只有一个主堂，然后呢一个副堂，那剩下的其他的空间就没有了。那造成许多团契在运用空间上都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跟不容易，所以我们就看见空间不足是我们必须要重建的一个方向。那再来，我们想要增强教会在部落的影响力，怎么说呢？这其实是我在淡水长老教会学习到的，就是我们教会有松年大学，对不对？我想一想，罗纳到底能够怎么样来牧养我们的年长者呢？年长者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向小会提出说，如果我们重建，我要有松年大学，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空间，能够让这些年长者他们学习，彼此分享，然后呢，一起在年迈的生活当中彼此欢喜快乐的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想要在教会里面增设不同的学习的方式，不论是松年大学，甚至教会的信徒查经，以及我们也有期待要跟玉山神学院来合作，来做信徒神学的课程装备，在罗纳这块土地当中。
好，在罗纳这块土地当中，所以我们想要增强部落的教会在部落的影响力。再来，因为我们在原乡很容易有天灾哈，所以我们这次的建筑呢是绿能建筑，我们所有的天花那个屋顶跟我们所有的墙壁全部都是太阳能板。好，我们要做绿能建筑，是因为如果有灾害发生，教会就成了一个灾害应变中心。教会有电有水，能够帮助正在受灾的弟兄姐妹聚集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的新堂的设计有很多大量的空间，是要来能够容纳紧急状况来做预备。好，所以这是我们发现教会必须要进入到重建。那最后呢，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多元友善的空间，就是为了年轻人下一代。好，为了下一代。下一代常常来到教会就说：哇，我们在这里很多的不方便，许多的设备并不是这么样的堪用，所以我们想要为了下一代来努力，为了我们的儿女、青少年来努力。所以呢，这是我们建堂的一个时程。我们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10月就要拆除，因为我们是原地重建，我们要拆除所有的旧的礼拜堂。2027年的10月、11月我们就要拆除。那工程呢可能会一直到2028年的5月，2028年的5月。那我们期望福音能够承先启后，生根结果。这是罗纳教会未来新的样子。我们有请到一个设计师，也是基督徒，他帮我们设计的。这是我们罗纳教会未来的新的样子。从门口进去看，我们看一下几个简单的图片。这是1楼的平面图，再来2楼、3楼跟3楼、4楼整个平面图。那这是鸟瞰我们罗纳教会新建堂的样式，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期望建立多元空间，所以我们的副堂呢，我们是结合咖啡馆副堂是结合馆，这是我们的副堂我们是结合咖啡厅一方面也能够强化我们在地有一些年轻人在种咖啡，我们也要强化那个在地的产业跟在地的产业连接，所以我们的副堂是设计成开放空间，是一个多元的，让弟兄姐妹喜欢在教会，反正教会有电嘛因为我们是绿能建筑，所以你要来教会使用电什么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是我们这次建堂的目标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像咖啡馆一样。然后这是1楼，我刚刚有说有很多大型的开放空间，是为了要做避难或者是做将来因应的这个空间，所以有很多大型的开放空间。这是1楼然后走楼梯走上去，就会有一个鸟瞰我们信义乡中央山脉的一个美景然后再来走到2楼走到3楼，我们的主堂，这是外围，还有一个空中花园然后这是我们将来的礼拜堂的内部的样式也是为了年轻人，我们要把新的思维跟建筑放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目前的建堂总预算，我们是落在7000万7000万。那对于一个原乡的教会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感谢上帝，我们也用了10几年，我们筹备了一部分的建堂基金。目前我们的建堂基金将近2000万左右，但是还是有许多的不足，连1/3我们都还在努力。我们渴望今年能够看看能不能凑齐1/3，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来做这件事。但感谢上帝，我相信神的供应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即便面前的困难再怎么样巨大，只要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神会与我们同在。愿上帝能够来祝福每一个关心罗纳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愿上帝能够祝福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最后呢，我们罗纳教会的诗班要献一首台语。这首诗歌呢，我不晓得我的台语讲的对不对叫做唔免惊耶稣伫家是鼓励我们再大的困难都相信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依靠神，凡事都能行。我们请我们的诗班。
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人生会再起。面对的勇气，